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8，诗篇71篇19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你的公义悬到诸天。上帝啊，你有件伟大的事，啥人会当甲你比？三甲来祈祷，公义悬到诸天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徛起的石盘，互阮通时常踮你遐。主啊，你是阮坚固的避难所，互阮通秘伫你的内面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救阮脱离歹人的手，脱离不义甲残忍的人的手头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一生的倚靠甲仰望。主啊，阮的仇敌起笑讥刺阮，因讲恁的上帝伫倒落，总是主啊，你要用大权能的手，甲伸出来的手骨来拯救阮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你的公义悬到诸天，你有件伟大的事，啥人会当甲你比？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咱的主是件伟大的事的上帝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